美国众议院的能源兼商业委员会提出法案，以50-0全票通过，要要求中国岛伊美宝公司字节跳动，要对国际版平台 TikTok 来撤资撤地理，若无就要全面落架。说到来，这个法案众议院会伫咧后礼拜审查表决。 伫 TikTok 平台顶面公布规版的广告，以阻止 TikTok 关起来为主题，呼吁民众发声联络国会议员，卖互禁止 TikTok 法案过关。不过，这款的广告时间压力，敢若带来反效果。There were 50 ayes and 0 nos. 美国众议院能源甲商业委员会以50-0通过法案，要求中国字节跳动伫6个月内对 TikTok 撤资，若无软体会全面收起来。 Using the geolocation of the user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member of Congress to call a foreign adversary-controlled media, social media app. 尽管 TikTok 强调未甲德国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资讯，美国依然是坚持来打击。因为台湾也甲 TikTok 看做是危害产品，也毋过是法度全面来禁止，又应该安怎来执行，也无定案。China is, wants to invade Taiwan, really could push out information to young people saying it's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destabilizing the situation. It could really misinform and galvanize support against U.S. interests. 抖音在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对台湾的一个公司跟代表，不容易从本身的外资的这个结构直接禁用服务的方式来进行。比较能够执行的做法，还是希望可以建立对平台的直接的联络管道，明确的违法是由一些内容来做控制。 禁用 TikTok 干涉国安加言论的自由，即阵公部门设备禁用，确实无法院的依据，会使扩及到民间。学者建议，相关的单位应该甲 TikTok 建立联络的管道，伫出现错误假信息时阵，才法度及时来处理。记者郑宏报道。